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导数台头先就来报现在。宜兰外海昨暗发生规模6.7的地震，是今年上界大的地震。一礼拜以来，可能还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美国的感恩节假期过了后，疫情是愈来愈严重，而且 FDA 会通过辉瑞的武汉肺炎疫苗，小金拜六就当做啊。海巡署头一只多工级的巡防舰今仔交船，总统搁再强调讲，各担各做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伫咧昨暗9点15分的时阵，发生规模6.7的地震，这是今年规模上界大的地震。地震的中心点伫咧东部外海，而且伫半暝啊2点15分的时阵，搁再发生规模5.6的地震尾。虽然各地头拢有一寡物件损害灾情，不过是无人受伤。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讲，一礼拜以来可能搁会出现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地震摇甲真厉害，桃园这间百货店架顶的物件落甲柜头骹，还有新竹市区这栋30年拢无人住的5层建筑物，地震过后，砖啊拢落来，只后边也倒去，有5台轿车拢去互伊撞掉。我引擎盖轻微的啦，轻微的一点点而已啦。它是地震掉下来了吗？还是怎么样？地震掉下来。七日暗时9点19分，宜兰外海发生瑞士规模6.7，全台拢有感觉。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11个县市上大震度来到4级。这地震也是今年以来规模上大地震。今日透早2点15分，同款地点宜兰外海附近佫发生规模5.6地震。气象局提醒，无排除一礼拜内底拢有余震。通常以末代发生的地震，它不会有很多的余震哈，它所以但是也不排除啦哈，不排除在1周内还会有规模超过4.0的余震，但我相信是不会多了哈。昨地震一发生，台北一分、基隆一分，甲台湾高铁拢捌停驶。后来车子就有大概有停驶。靠边停驶这样子，对，然后到又停驶第2次。好佳在经过路线检查，陆续恢复正常。连续地震全台只传出兰山的灾情无人员伤亡，不过气象局提醒，宜兰大台北地区山区因为一直落雨，可能有水崩山。只有4级，可是它在宜兰摇晃的时间有长达将近40秒，那摇晃的时间久啊，所以对于在这些山区的地方啊，我们还是要稍微预防一下。在咧做居家检疫隔离的民众，在地震导览是毋是有触发的问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地震引导性，不过请爱会记哩爱挂喙安。另外，集中检疫所由现场指挥官决定是毋是下令导升，伊也强调是以建议为主，未开发，因为在紧急状态之下，也是以导升上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站带病入境的病例，是对美国回来20多岁台湾民众。另外，伫11月底，高雄有一位香港查甫人，甲台湾的女朋友，也有一位朋友，这3个人住伫旅馆内面进行居家检疫。想袂到因住无几工，就偷走出去外口的餐厅食饭，去互卫生局发现了后，除了甲因一个人罚10万块以外，也甲因送到屏东去集中检疫。想袂到这3个人算埋怨讲规定伤过严格，要来受告，落尾也叫法院驳回申请。一群人行出居家检疫场所，但却是伫居家检疫期间，因的行为已经违规。香港籍的前姓男性甲伊的台湾女朋友3个人，11月22号对香港入来到高雄，伫徛过居家检疫，但第4天2月6号就违规，互朋友开车来接出门食饭。转来摕手机仔的时阵，互等伫门骹口的卫生局甲警方撞到，隔天强制送去屏东集中检疫。当事人是返家拿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警察局的警察，包括我们的卫生所人员，也包括李干事是在门口等他的啊，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防疫上滴水不漏。想袂到3个人互卫生局各罚10万，并集中检疫了后，香港籍男性先嫌集中检疫的所在无清气，然后倒找律师要告防疫机关违法拘禁，要求放因转去继续伫厝内底居家检疫，互高雄地院驳回申请。他们也依据相关的法令进行救济行为。那在法官的判决上面，
那也认知到，基本上在防疫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不分本国外国，基本上都是一律平等的。高雄最近居家检疫人数增加足侪，11月到即马社区甲防疫旅馆拢有部分居家检疫违规案件，卫生局嘛提醒民众，居家检疫期间只要踏出检疫场所，就算讲时间短无接触到其他的人，嘛是违规，会当以违规的状况开罚10万到100万的罚款。希望民众遵守规定，共同防疫。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虽然讲昨暗依然发生规模6.7的地震，不过台铁瑞丰到高东仔路段的土石无受到影响。也若讲到恢复通车的时间，目前工程人员也是拼性命伫咧赶工，希望会当赶紧通车。发动机来回回伫咧清运，边仔工务人员嘛继续拼好伫咧进行抢修。台铁瑞丰站甲高东仔站之间的抢修工程也是继续在进行当中。想袂到伫七十暗时，依然发生规模6.7的大地震，新保持的进度嘛达到4级。面对今年上大的地震，台铁讲无受到影响，继续伫咧抢修当中。发生有感地震的时候，我们立即有马上现场派出工程师在现场马上做检视。那检视状况无异状。那我们继续施作。台铁表示，七十暗时主要是咧做上后尾一end的更规升的施作，虽然有地震，毋过经过检视是无任何问题。再去农委会派来协助的专家嘛确认，工程设施无受到地震影响。代表讲，这几工所进行的维修工法甲使用工具是无毋对的。目前工务人员已经甲232基的更规升倒好啊，预计爱清运1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高达嘛已经清运6000立方公尺，嘛确实影响到工程进度。早上已经开始启动清除施工变道，那大雨确实是影响我们抢修的时效，随时的检讨我们的工法、使用的机具、形式，然后能够来达成目的。若是各界上关心的，当时会当恢复通车。台铁表示，工程人员逐工拢会开会，而且会联动式的检讨施作工法、调派机具，嘛会专力伫咧拼工，就是希望会当伫咧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之下，会当赶紧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捷运的绿线，在此营运期间发生烧接的中心线长期意外。根据着合约的规定，若准有去签到通车的时间，台北市捷运局通好向捷运的制造厂商传奇要求赔偿，金额也会当超过21亿。台中市政府也会当向台北市捷运局讨赔偿。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讲11下晡会收到列车事故的调查报告，14才通好来决定讲当时要恢复通车。台中捷运绿线试营运6天，就发生组芯断去。检修期间，伊阁发现第2期的组芯也断去。毋但试营运暂停，原定要12月19号就要来通车，嘛会被耽误。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依照合约，一定会向北捷来求偿。今天下午以后会收到北捷的报告，那我们需要几天的时间进行这个研究跟讨论。预计在14号，下个礼拜1号会做个决定然后再跟大家报告。卢秀燕表示，该负责就一定要负责到底，嘛要请北捷工程局到台中来报告。如果若是超工来拖延，佮要来加算利息。不过台中市原质疑停驶期间的损失，依照契约是由北捷局向传奇动工来求偿，台中市应该按怎来进行求偿。北捷表示，还佮进一步来讨论。这个假设性的议题没有办法回答呢。这个都还是等到讨论确定以后，再来对外说明，好不好？北捷强调佮进一步甲台中市府来交换意见。卢秀燕表示，伊算11号下晡就会收到报告，不过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判断。台中市府强调，嘛会甲北捷同步来进行厘清断去的原因以及改善的作为，搁再来根据契约，对着厂商来做适度性的裁罚以及求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年8月，桃园客运变做司机上下班塞车出勤的记录，去互政府单位罚200多万。不过，甲代志压出来，司机却去互公司算总销，毋但甲伊的班表乱排，收入也减少。这位司机也加入委做会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就要赶紧通过检记者保护法来保护甲歹代志压出来的人。吹哨司机被算账，吹哨司机被算账。
大声喊口号，呼吁幸福计划者的司机正常的班表。今年8月底，伫咧桃园客运担任驾驶的叶先生，计划公司违规使用2个 USB 来分别记录驾驶时间，规避工时欺诈，地属公司去互处罚200多万。叶先生即期讲，事尾去互公司算数，超过伊安排头尾班的班表，发车的浪棒上长要到12点钟。虽然整体工作时间真长，毋过却因为空班真济，收入颠倒减少，互伊感觉真艰苦。8月之前，我的平均薪水都还在6万多以上。那这2个月，从9月、10月、11月这3个月就明显下降了，只剩下4万多块。时代力量立委区显地表示，这5年来桃园客运违反公路法的记录是要到162项，累计处罚353万多，违反路基法37届，总共处罚1700多万，备案真济，所以也是接受政府补助4.6亿，要求劳动部重新检讨补助措施。司机员，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是为了公益而揭发，这是见义勇为。如果说这样的状况，然后还要被这样的对待的话，那以后没有人敢。来说，公司哪里有不对的这个状况？如果是违反74条的第2项规定的，那就是处以新台币的2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立委嘛呼吁赶紧通过《本扫者保护法》来保障公益执法者。若是劳动部是强调讲会进行调查，若是超过伊变司机的行为是事实，会以违反劳基法甲职业安全法，不得对劳工为不利处分的规定，相当会当对业者处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头一只多工级的巡防舰，在伊伫高雄的中信造船厂交船啊，也因为这只船有导飞弹系统，平常时除了会当巡防，嘛会当修正，受到各界关注。总统蔡英文也专工落南去参加典礼，也强调讲各男各做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海巡署第一只多工级安平舰正式来交船，总统蔡英文伫交船的典礼会场上，特别表明维护国家海峡的决心。也纳入了海军部分的设备，并具有平战转换的特性，必要时能够立刻转换成国防的重要的战力。这也代表在加强海巡执法能量的同时，国防的力量也会更加的强化。这台海巡多工安平舰除了会当巡防用途，上大的特色就是会当作战，因为内面装有向2、向3的飞弹系统。照海军多工原型舰设计600吨级安平舰，同款是双船体，不止航行速度紧，会当达到80公里，佫会当用地作战。未来会加入南部海峡的巡防，嘛排定明年伫国军汉光演习实兵操演。我们的飞弹。管线跟接头都准备完毕了。那我们的发射系统的有关于讯子系统，我们也都有建制。那未来平战转换的话，我们依照国防法相关的规定就由我们海军来指挥。中信造船公司今日新交第一只安平舰，第2只新光舰嘛同时号名落水。按算到2006年，总计会有12只海巡舰交船。蔡总统随后嘛就船巡视安平舰，向大家来握手，宣示各难各做，继续行。记者陈嘉文、林玉凯高雄报道。讲到3百种猪肉议题，地方甲中央说是一人一款制度。新北市通过食品安全注意条例，强调猪肉袂当检出300种，若准中央无同意，就要提出释宪。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强调讲，食品安全就爱全国共款规定，才袂乱糟糟。也强调讲，政府会替人民看顾。内地经济继续烧，地方中央部强调，台北市讲爱定出无限内这专区。新北市议会初9，佮通过食安自治条例检定，猪肉300种零检出。新北市长侯友宜佮发挥，卡出中央无同意新北食安自治条例的申请实现。苏贞昌是呼吁食安爱全国共步，才袂乱去。国家就是一个，那食安是第一，那全国要同步，不能乱了套。我们现在注意到各地情形，也会最后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当执法违反某法的时候，要怎么去认定？我觉得行政院绝对在法规当中有一套的他们的一个原则。然后，进前有80几间猪肉进口商表示，明年未进口内地。苏贞昌表示，政府实施5大管制措施，为源头、海关甲食饭岛都用严格把关市场。
国民党继续批评行政院无关去听民意。因为有的地方首长就是重视人民的食安嘛，有近70%的人是反对莱猪进口，但是我们中央政府就是不听啊。政府的5大措施，从源头等海关到餐桌，我们都会严格把关。针对7日暗时9点外全台发生有感觉大地震，苏贞昌也呼吁民众要做好防震准备，各细节所内地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天新闻台接照伫今仔日就到期啊，国民党在今仔日也召开国际记者会，批评蔡政府使用国家机器消灭无共想法的声音。不过时代力量立委薛正伟讲，若准中天甲电影线对网络去，可能就管袂着因，也呼吁讲媒体改革袂当安尼就来停止啊。中天新闻台接照伫11就要到期，为12饭点开始，中天新闻台伫有线电视系统就会停播。中天新闻为7日开始举行42点钟连续直播，伫大楼外口搭大荧幕放椅啊，主播小连续起来报新闻，随时要报到52台变做乌画面为止。也若未少民众嘛伫红面啊当中去现场甲乌演。所以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国民党11嘛召开捍卫新闻自由国际记者会，呼吁国际社会爱关心这个代志。嘛有参加的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伊专工穿去参加公祭的乌西装，要替台湾都要消失的新闻自由哀悼。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eas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every year. In this report, freedom and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its benchmark. Freedom House, an NGO based in Washington, D.C., also published the annual report called Freedom in the World. I'm calling on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to take a long and hard look at Thai government's policy and practices. If a ruler, for the sake of personal preferences or for the sake of evading media criticism and oversight, wantonly abuse the state apparatus to intervene in the personnel appointment of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CC. Our words demands that its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cooperates in shutting down a news channel. Then this independence is fake independence. 国民党批评讲，蔡政府以国安做理由来干扰言论自由，动用国家机器禁止无共款的声音，是向独裁也有威权的路咧行。也若时代力量是甲重点放伫媒体改革的议题，讲中天若转对网络新媒体了后，就无法通好管，强调媒体改革袂当因为安尼就动点。网际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草案，我们知道这个草案其实已经行政院版已经送出来，但是我们希望赶快来修法。陈椒华指出，即卖汇流媒体已经真普遍，台湾应该参考欧盟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呼吁主管机关爱赶紧订定相关管理的法规。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外的消息。讲到美国的感恩节假期过后，疫情却是愈来愈严重。有专家认为讲会变甲遐严重，是因为休假大家对防疫警戒开始放冷去啊。也若讲到美国咧审查辉瑞药厂的武汉肺炎疫苗，70是用到17票赞成、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建议使用辉瑞疫苗。美国上紧伫12就当开始做啊。美国第2大辖区加州的洛杉矶联合校区，70开始拢无看到学生该在线上教学。为了要防止疫情拖开，辖区的防疫限制也加重。7开始宣布，这个学期所剩的课程，抑个儿童托育计划全部暂停，课后家教也禁止。COVID-19 case levels in Los Angeles are almost 3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in San Francisco and twice those in New York. Schools in Los Angeles can't consider reopening until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s at much lower and safer levels. 加州伫咧7日通报220人着病过身，超过7个31个219例记录。美国目前是感恩节假期了，已经爆发状态。最讲全美国一天新增加3124人死亡，创疫情以来新高纪录。Today we are reporting 21 new deaths. This is the 3rd day in a row we've reported over 20 deaths in a single day. And this is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November surge we saw in cases. 美国卫生甲公共服务部上新的统计，全美国顶礼拜至少200间病院客满，1/3的病院动静交互病房使用率超过90%，新冠病毒的相关病人就占46%，
11月第一个礼拜，也才37%。专家讲，情形恐惊也会恶化。在美国真有名的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迪珍尼斯也较真，伊讲伊感觉家己的身体也阁算袂歹，伊身躯边较晚婚的人也拢收到通知，伊家己爱遵守医疗防疫的相关规定。今年62岁迪珍尼斯是真有名的节目《艾伦秀》的主持人，伊的发言人讲，艾伦秀将会停工到明年1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因为疫情关系有做改变，得奖人拿准伫瑞典以外国家是改由自首各地的瑞典大赛，甲奖项送到得奖人引导。这全部过程也拢翕做影片，也会伫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的颁奖典礼当中来播送。为着阻挡新冠病毒拓开，本次的大型活动毋是取消，就是严格限制人数，还有形式。一年一届诺贝尔颁奖典礼嘛同款，照英年的咧，伫挪威颁的和平奖，还有伫瑞典颁的其他的奖项，除了有方式的成员出席的典礼，还有真澎湃的餐会。那今年为了防疫，全部拢总取消。初十伫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举行的颁奖典礼，头一届用网络串流方式来进行。国王古斯塔夫开场的演说，用事先录好的影片来取代。因各奖项诺贝尔委员发表演言了后，就放送事先录好得奖的人领奖牌、证书，还有奖金的过程。This year, when we are all deeply affected by the corona pandemic, it feel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highlight scientific, literary, and humanitarian efforts that inspire us and gives us hope for the future. 今年颁奖典礼伫这一礼拜，科学类得奖的人，拢会伫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各类型的讲座，也有记者会，甲外界分享上新研究的进程。今年嘛用远端视讯会议的方式来举行，焦点是放伫疫情对因研究工课的影响，也有伫这当中得到什么启发？This pandemic for sure highlights tremendously the need of basic science, and specifically in the fiel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my case, most of the work that we do, we've been able to continue on Zoom, but I have noticed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caring for my graduate students. I have a large group of graduate students I work with, and isolation and depression are definitely a problem and a distraction now. 为着弥补今年得奖的人无法度亲自去现场参与各种活动的遗憾，诺贝尔基金会已经邀请所有的人出席明年的庆祝典礼。当然，一切要是爱以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提来规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14月初10是国际人权日，今年也因为疫情发生，也引起侪人权的问题。联合国也呼吁国际社会着爱用人权疫苗来渡过难关。就算人权的口号一直咧发，不过世界各地头依然有侵害人权的事件一再发生。阿富汗民营电视台女主播兼记者梅万德伫东部都市查拉拉巴被人枪杀。阿富汗一个月内2名记者死亡。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数百位示威人士游行走向总统府，抗议总统杜特地为打击毒品无受伤害人权。泰国几个月来反政府示威，部分民权人士诉求无成功，也佫被抓。12月初10是国际人权日，不过世界各地依然有真侪人权问题等咧发生。In the Tigray region itself, fighting is reportedly continuing, in spite of government claims to the contrary. On Hong Kong, I'm concerned about the rapidly shrinking civic and democratic space. We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 ongoing reports of a range of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Xinjiang. In France, the Article 24, the ones we a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Expanding powers of law enforcement, extending to private security guards, creating new offences and so on. 因为今年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脆弱族群甲少数族裔上受冲击，实现人人平等、享有人权，也有真长的路要行。But there is a vaccine to hunger,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ssibly, if it's taken seriously, to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to many of the other ills that face humanity. The name of that vaccine is human rights. 巴舍莱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利用这支人权疫苗，建立更较有防护力、更较包容的社会。啊，若无2020年，这是影响更较侪灾难的起点。公司新闻黄云林报道。
讲到进前有劳动部的组长摕劳动基金来炒股票案件，台北地检署昨晚发动第3摆搜查行动，也去搜查证券商福华投信、约谈投资长加研究员，以及证人身份的保家资产执行长，也个进前30万交保县区的主管。经过透明询问了后，依照着乌西加操作股价等罪，甲这5个人收押禁见。 警长，是你侄子邱议员炒股的吗？伫无啊号廉政署人员传入去地检署的，就是保家资产管理公司系统的执行长。陈国伟本来列做证人，催查案搁再被约谈，因为劳动基金炒股案的案情相关，伊昨确定被列做被告。用纳税人炒股，不觉得很可恶吗？劳动部劳动金运用局国内投资组的前组长杨乃文被羁押禁见了后，廉政署查出系统的执行长加投资部县区的主管，自去年5月就敢若是开始炒远东公司的股票，不过今年4月到7月，迄当阵股市行情歹，股票卖了无好。 因为县区的主管甲杨乃文进前就熟悉，就想要卡劳动基金，约杨乃文食饭讲好这件代志，将县区的主管也再度被约谈告案。是受指示才炒股了吗？劳动基金炒股案，检联催查发动第3波搜索约谈行动，搜查证券商福华投信等5个所在，除了约谈保家系统的执行长、投资部县区的主管，也约谈福华证券县区的投资长加4楼的研究员。 将来依照贪污加证券交易法方向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轿车若准离开车厂了后所发现事故的车，外界拢号做雷崩车。这雷崩车是对外国违反过来的，是因为最近这几年真侪民众看新车，却撞到新车出现故样的证据。虽然经济部拍算要修改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却拢一直拢无来做。 汽车的车主自救会今仔日就去到立法院တင်情，希望政府就要看重人民的心声。左后方吸住。车内出现漏水的分者，这是黄县市9月才买新车拄到落雨道涉水的问题，会厂检修。虽然一伫免费保修期间之内，唔免付钱，不过甲车友分享才发现真侪新车拢安尼问题。车主组成自救会，希望车厂应为新车出问题来负责。 我是9月的时候交车的，那这个问题也是在9月的时候出现。那1个月之后，有版友反映这个问题之后，我也去检查了我的车顶架，还真的发现有漏水的痕迹。新车上路非人为因素的问题，车界俗称柠檬车，未少国家有柠檬车条款，一定期限内都有问题车，提供消费者换车或者是改约服务。 经济部伫108年7月预告，将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加免记载事项，也新增加柠檬车条款。不过担保期限限缩伫交车180天之内，驶的里程12000公里之内，比国外是较严格。预告到即马也还未实施。 这个都在签报当中，所以我们回去。所以签报代表已经有一个这个内容啦，你们这个我们还在签报，然后就看到时候会看签报。所以你们缓冲期最短是多久，最长是多久？可以让我们知道。我这个案例我没有办法讲说。 行政消保处透露，因为牵涉消费者权益多方评估，进前院内已经完成相关作业定数，加速柠檬车条款上路时程。交通部表示，因为这几年来有问题新车证据真多，已经委请车辆安全中心研议第3方公证单位来做鉴定，按算明年3月都初步研究方案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区这礼拜6礼拜有真侪场庙会甲大型活动要举办，要办活动又着爱封路，却引起民众反弹。台南市交通局着赶紧提早公布封路的范围，也提醒民众会当先上邦路去看，改行别条路。 大平仔的工人伫咧无闲工作当中，伊附近的道路嘛早就伫11号就开始封路，因为明仔载开始，台南旧市区将会迎来4场包括庙会、游行等活动，嘛因此将会封闭市区的主要几条道路，像是部分的海岸路、民族路甲新隆街。为此，交通局嘛提早公布封街的路线，呼吁民众提早改道。
我们这次在本周六周日，我们台南市政府交通局跟我们警察局交通大队会在我们台南市的智慧交通中心来同步进驻。那如果说民众有任何的一个交通问题的话，可以透过我们市府的1999指挥线上的那个警察同仁来做一个第一线的一个交通疏导。不过，这场的活动拢集中伫咧假日，佮加上台南的路无大，虽然交通局是公布风假资讯，呼吁民众提早改道，但是在月底美术馆的活动造成大塞车，嘛互交通大乱，相共无解。对此，民众看法是真两极。摩托车也会造成一些困扰。说实在的，那比方说开车的话，所以我基本上开车不会想要开车进市区的。这大家人民困难啦，这咱大家咱有迄个共识嘛，无你从有遐位不当过啊吼。啊，种有遐个像咱大众啊，这都留咧办这个好这个代志好完成啊，那么真好啊。但是交通局是建议，长途的路处会当利用第17线和纬路顶外围道路通过，市区是会使利用林南路、公园南路。撇开市中心封闭道路的路段，民众嘛会使就网查询活动的路段以及相关的交通管制，有先做好改道的规划，疏缓市区的交通，降低道路的车流量，避免塞车。记者郑混淡报道。台东知本光电示范专区开发案，甲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出现争议。在法律甲环保团体的协助之下，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能源局发付光电业者执照，初一也一定裁定暂停发照啊。其他的当地原住民也去到台东县政府申请，希望县政府会当甲厂商取消契约，等候争议解决了后，再来讨论开发的问题。卑南族知本卡塔底部部落三大家族的领袖甲部落的代表20多个人，11去台东县政府申请，要求县府伫部落传统领域甲知本湿地光电示范专区的开发案，要依法甲厂商解除合约。反对光电开发的族人认为讲，县府伫开发案执行的初期，无先得到部落的同意就招商，事后才过来甲部落协商，期间阁办一场毋是族人参与的投票，违反原住民基本法。法扶基金会义务律师表示，这个开发案违反事情知情、自由甲同意的原则，明显侵犯着部落的权益。到在这个案子当中，那显然这个台东县政府在还没有经过部落规划面、没有经过部落同意的情况之下，他就已经擅自发包。这些争议必须要厘清，我们再来重新再探讨这个开发案。这个是部落一贯的一直保持的一个立场了。知本光电开发案。初一已经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停止执行，不过光电案也未动工。县府表示，这个合约也是有效。不过环境权保障基金会认为讲，县府应该照合约，在厂商也未得到部落同意进前先解约，等相关的争议查清楚了后，再搁重新甲部落参详甲开发。30天后，如果胜利公司还是没有办法跟部落拿到约的话，那台东县政府就可以终止租赁契约。尊重地方的声音和意见。那么今天所有的诉求，我都会一一的清楚的转达给我们上级。律师认为讲，知本光电开发案是国内原住民传统领域开发案的争议当中，头一个也未动工，就去予法院裁定爱动点的案例是真罕见。县府表示，目前合约也是有效，无法度单方面就解除合约。记者综合报道。司法院有委托世新大学进行律师对司法改革成效的调查，透过2500多份的问卷，有83.8%的律师表示信任法官，有要到8成的律师因为人生规划无意愿去转入法官。国民法官法2023年就要开始，模拟法庭目前已经进入第3轮。对全国职业的律师来讲，咁真正会当提升司法品质。司法院委托世新大学来进行民调，回收2500多个律师的问卷，结果是5成5认为讲有帮赞，4成4是感觉无帮助。像我们还会有个影子陪审团，好，会做2个判决的比较。但是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并不觉得说国民法官真的有办法去把一些大家所认为的判决一定把它矫正回来，但是我说实在的，任何制度都需要一个磨合。国民法官无受过对抗压力的训练，感谢当修正英国法官去互批评，唔知影民间艰苦、审判无公平的问题，该单台时间来证明。所以有部分律师是无看重，若是伫咧法官信任度的方面，83.3%是表示信任，16.7%无信任。台北大学法律系特聘教授陈英团认为讲，这一成外的无信任，值得司法院来重视。
因为这里已经不是不懂法院运作情况的一般人民，而是专业的律师跟法官共生共荣共存的律师们对于法官的评价。细心民调中心表示，甲去年比起来，各方面的指标满意率拢比无满意更较悬。其中是以方便立钱上受到肯定，毋过审判过程甲结果项目内底开庭等候的时间甲结案速度，分别有4成7甲4成4的无满意是较明显。另外，要8成的律师因为生涯规划、工作负担，还有薪水福利，无意愿来转入法官。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大家继续关心人权的议题。伫12月初10世界人权日这天，民间团体司改会甲市长案的主管黄文雄，拢来到总统府头前替死刑犯屈和顺请兵，因用行的方式踅总统府32分钟，代表屈和顺伫监狱受冤屈32天，因也呼吁总统讲，着爱赶紧改特赦。世界人权日这天，包括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在内救援者甲基辅律师团来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甲因为入境案激互判死刑的屈和顺来谢冤。民间团体这摆是用行踅总统府周围32分钟的方式来象征屈和顺失去自由32天。顶前的队伍哪行哪放送过去的警察，用拍用骂的，强逼强法连做录音带，一个一个拢挂卡了手铐。扮演屈和顺的人目睭搁按乌布，代表讲洪冤枉32天，伫感觉无见天日。去年的模拟亚洲人权法院判决说，台湾政府羁押邱和顺32年，这个羁押本身就是酷刑，更不要讲说一个人含冤埋在那个看守所里面阴暗的角落里头埋了32年，把他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放在看守所里面腐烂。屈和顺1987年去互指控涉嫌保险员关昂玉兰分尸案、学生入境杀害立息案，经过真侪摆的警审，伫2011年去互判死刑确定。不过，义务律师团认为讲有冤情，而且警方嘛有重刑、逼扣金等等的定数违法，一直替伊走总法冤枉。今年4月，嘛有向总统府要求特赦，不过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陈嘉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白色恐怖时期去互夺走的，毋那是姐姐屈打成招、白白枉死的性命，也互受难者的家属一世人艰苦，也着爱受到别人的支支拄拄。1953年绿岛新生再判案受难者宋成炳的孤囝宋文朴，2当前甲老爸遗物关乎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过去历史互咱教示，毋通搁再打岔咯。对照太太张雪露的相片，画出对伊的思念。图的后壁有老话，写讲要留予后生宋文朴。这是宋成炳先生1956年从清国进前留落来的物件。宋成炳1924年出世，伫咧台中丰原王子国小带升学班，和董事张树旺因为牵涉台中地区工委会张必铁等案，互政府以加入叛乱组织的罪名判12年。1955年，2个人伫咧绿岛新生训导处，因为牵涉吴成达和陈华等案，伫咧政府严格审查之下，全改判死刑。宋文朴讲，头摆和爸爸见面是伊8岁无爸爸的黄金翁啊。伫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足大的一种压力甲悲哀。上可怜应该是阮妈妈啦，伊甲过身拢唔知影爸爸为安怎，这是我真唔甘的代志。宋文朴坐伫咧王子国小，即间爸爸互带走的教室。到大心要真酸，伊是希望未来即间伊住到23岁才离开的学校宿舍会当保存落来。即马透过客委会的经费，希望讲会使申请到这修缮，互咱在地囡仔知影讲伫这所在发生的故事。王子国小每年就满100岁，宋文朴先生讲失去的亲情无法度弥补，不如个透过历史建筑的保存，互遭受迫害的心酸故事，会当互人谨记在心，也提醒后辈唔好搁再脚步打叉。记者民警张水曾培文台中报道。
随讲爸母话，手写台语文。伫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有一群老大人真爱学台语，因对罗马拼音开始学，对着一位退休的教授吟唱古诗，学习在地历史甲文化。也有老大人已经学7、8档啊，毋但会晓创作，也阁会晓写诗词。天空时下无尽管，叫你春节有路通。 60、70个老大人对老师念古诗词，这首诗就是写新港在地历史。学院内底这位廖光林阿公已经80岁啊，你莫看伊头毛已经白，读册拢比囡仔较认真。伊已经上课上8档，是这个班的班长。有着足济啦，啊，这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罗马拼音嘛。我以前咱唔知啊，咱拢当做是英文，啊，这个罗马拼音哦。 实在足好用，无论什么语言，拢完全会使用罗马拼音。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学员大部分拢是阿公阿嬷，甚至有人8到10岁啊，嘛有人原底唔捌字，因拢爱学罗马拼音。文化班的老师是这位退休的董方正教授，伊研究过台湾历史，社内社区古早叫新港社，有台湾第一间学校。伊讲伫遮开汉学班真有意义。第一间学校。 伫甘地书定木书所设立的1636年5月2日第一间学校，这嘛呢，我想呢，历史上来讲，介大意义就是这是台湾第一个，这块土地有文字的，叫做新港文书。迄个新港文书就用罗马拼音字来回复过去呢，这个咱讲叫苏俄啊，吼，在学汉俄啊，吼。 这个汉俄班啊，开苏俄啊，来读这个汉俄册。董教授嘛想袂到，第一档才收20位学员，到当台语文化班的学员煞愈来愈多，真侪人为别区别县市来上课。学员毋但学罗马拼音，也会晓创作写台语诗。老师甲学员嘛做伙出版真侪绘本台湾俗语这个新册。我介写就是讲，当年无念书，真个毋读书。 啊，大汉毋捌书，只能做车夫，因为我到尾是使云南客运的司机。伊袂晓 ABC 哦，所以伊看到 ABC 的时阵吼，伊是读阿伯册地，这真特别嘛吼，真特别。因遮吼学员呢，因的学习吼，老实讲，值得我学习。伫发表会，每一个学员上台念诗演奏，拢认真够自信。 遮个老大人传承在地台语甲历史文化，每礼拜会当同齐学台语，是因上期待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三地门乡有部落伫咧推设老共子强学，互囡仔逐礼拜去一间照顾中心陪一寡士大人运动啦、读册啦，有一寡囡仔陪伴老大人的生活也加较快乐。 看到母母甲球弹出去，囡仔拢大声喊加油，现场足热烈的。比赛输赢无重要，伫照中心遮的阿公阿嬷，因为有这群囡仔陪伴，心情感觉变较快活。这边比较好，比较热闹，跟小朋友在一起好玩。我学到很多，然后我觉得母母他们很可爱。伫摩尔国小4人前开始脑游共学课程，因即马逐礼拜拢会来伫照中心唱歌、讲故事，互母母听，嘛甲老大人做伙耍、做伙画图、做手艺。毋但老大人有人陪伴，囡仔嘛学习要安怎照顾别人。在传统文化里面，其实部落是一个共生、共享、共荣的一个部落。那其实大家是彼此互相照顾的。经过了1次、2次，甚至数次这样的互动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那个表情是很多的喜悦，甚至他们会期待，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来。伫照中心的老大人拢是失智也是失灵，因甲囡仔的互动是上好的治疗。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透过这个课程，互囡仔提早理解失智，嘛是上好的生命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口乡这带也带真侪英民甲新住民，英民服务处也邀请大家来参与活动，大家做伙用手工甲这个网仔编做是环保袋啊，英民也甲所有人分享因人生的故事。
台语歌保破梦有一句是唱讲，全精神保破梦，这民众说是全精神变梦啊。原来这是永民处招永民、新住民来做手工特别办的生活辅导活动。我都涉及到那个，就以前没有涉及到住宿这样，又可以增广见闻。以前我们这些退伍的老农民可以有机会聚一聚，这样联络一下感情啊。感觉这个很好，很好，每年就有来啊。伫云林县口湖乡遮，带袂少对国民党来台湾退伍的영民，后来也带真侪新住民。这届영民服务处就招因来编网啊，毋但会当写做是环保袋啊来录讲啊，也互参加的民众知影，英过口湖的居民靠掠鱼渡沙等的日常，更加了解在地历史。那我们用渔网编织的环保提袋，让来这边做 DIY 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感受到渔网跟渔民生活的连结。我们主要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来协助我们荣民眷生新住民的家庭来做一下我们台湾当地的生活的适应，协助他们更好的融入我们的生活，那也让我们荣民眷的那个家庭能够更幸福。那编网的活动，永民处也带这永民、新住民来参观观光工厂，表扬幸福家庭。上重要的是，大家做伙食一顿饭，开工生活大细项代志，更加适应住伫台湾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苏澳的培沙国小，虽然规间学校只有30个学生，不过因去参加教育部全国民俗体育竞赛，有摕到8个项目的特优冠军。也因为学生少，无分查甫拢是队员，咱也做伙来去看因精彩人赛表演。锣鼓声响起，每个龙虎赛队的小朋友做每个动作拢无凊彩。这是云林4号乡培沙国小的龙虎赛队。但由培沙国小社会偏向小校，全校只有30名学生，中高年级的学生差不多拢是龙虎赛队的队员。从2年级打到6年级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每天第1节下课都要出来练。手受伤了还要继续比赛哦？对。为什么？因为不想弃权。靠着平时下课时间练习，虽然受伤嘛，不爱放弃的精神。培沙国小的龙虎赛队近期参加教育部全国民俗体育竞赛中，取得8项特优冠军的好成绩。校方就讲，学校龙虎赛队为民国102年成立，也将龙虎赛纳入学习的课程，希望能传承这项文化。就把它制定成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是一个特色。那几乎就是从1到6年级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培训的计划。8个项目的冠军，应该是刷新所有队史的记录啦。我们全校只有30个小朋友，就用这30个小朋友比了8场比赛。教练就讲，早期4号乡农村武馆真多，有真侪农民农忙后，会规规做伙练习武术，还是来人赛练身体。但后来少年人人口外流，人赛活动渐渐没落。现在希望透过学校的传承和打基础，会当优秀学生学习特色技艺，成为云林沿海地区传承龙虎赛文化的模范学校。记者为您报道。云林看线，咱来看到南投去。南投溪地甲国姓较早拢有客家住路，也因为山区交通无方便，每批拢爱行山路。人生大细项代志，包括着娶某生囝，拢爱靠一条高道，所以当地就改号名做姻亲高道。地方镇也想要争取经费修复这条高道。较早伫山区的交通非常无方便，民众为着要生活，着搬山过岭。这条大约4公里长的古道，深开始是南投县溪地乡5城村甲国姓乡南港村的居民为着彻查才开的。后来两村也接互相配亲，就成做一条牵姻缘的古道。人也讲是姻亲古道。这一条路早期应该是2村村民谋生的路，谋生的路就有这个姻缘的认识，就慢慢的。通婚每年逢年过节都会带着礼物来往。5城村甲南港村是南投县上重要的客人住路，这条有100年历史的姻亲古道，唔但联络两村的感情，佮串联客家的历史文化。不过自从公路开通了后，山路渐渐失落，珍贵的客家传统、人文历史也道互人放袂记。这附近的聚落都是南投县客家人重要的一个范围。
那因此这一条古道，它不单单只是一条古道，其实它串联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他的一些早期的生活的面貌，也渴望能够透过实际的踏查，能够在这个古道上找到一些属于客家人留下来的东西。为着把客家族落的历史文化捡倒转来，县府争取经费，委托这方面的专家找找引亲古道。另外，县府也发现，阁有10条古道和客家文化有牵连，就提出计划，望要修复路线。若甲以前传统找倒转来，也通带动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纽约疫情搁再探翻头，真侪活动拢爱取消。不过数据变化也是对着时间继续伫咧流转，过冬的大鸟也是飞来，通好看到一寡无共形体鸟仔，煞变做疫情当中会当做伎俩。秋天的中央公园换新衫，也是看鸟的好时阵。在伫咧专家鲍勃的后边就无唔对。The great horned owl is in this tall pin oak up above us. Okay. 鲍勃为拄只讲煞，大家随摕翕相机望眼镜看树仔顶这只鸟头鸟。占地正快的中央公园，每年都有220种的鸟出现。做赏鸟导游工作已经30几年的鲍勃讲，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来看鸟的人颠倒多。There's fewer things to do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things that you could do inside is either limited or canceled. So people are doing things outside. That's good. And these walks are only $10, so that's a really good deal in New York. 今年来中央公园看鸟的人明显变多，其中有真侪是少年人。像28岁做医生的高一儿就是其中之一。要看鸟啊，除了爱目睭金耳孔内，少若摕一寡土豆搁舔开，鸟啊也会活过来。I think between COVI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in my apartment and reading about other people's interest in birding, and then I think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barred owl, that also really piqued my interest because people were so excited about it. So I had to come and see it for myself. 为了要吸引鸟仔活过来，鲍勃也有一招，就是放事先录好的鸟仔唱歌的声音，要让真正有一只丰富啄木鸟飞来伊的身躯边。也过有人批评讲，这种调工的做法真无妥当，也讲人伤多会破坏中央公园的宁静。也过爱鸟的人讲，愈侪人来参加，就愈有机会发现珍贵罕有的鸟仔。Owls are always a treat to see in Central Park. They're not going to be in Central Park a lot. They stop off here. 中央公园的赏鸟活动也变做纽约人伫咧疫情期间行出户外一个小小的幸福。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受到疫情影响，真侪企业的经营形态要做改变。亲像伫咧日本有业者甲分铺价间的旅馆改做是隔离办公室。另外，伫法国有餐厅因为封锁令无度做生意，就甲餐厅座位放阿妈咸，希望互消费者对这间餐厅有印象，日后就会来交关啦。这一个一个的空间本来是个人旅馆内面的床位，怎么变做隔离式的个人办公室？その中でもお客様に便利なものを提供できない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コワーキングスペースとしてカプセルを改装していいところを残しながらお客様に提供する方法を思いつき行為いたしました。业者甲顶下床的架板提开，内面也搁改装过。原本的3架电视留来，甲本来面床头的桌啊改做办公桌啊。或因为应酬伤过化，伫咧遮几廿个人客，再去起来当当做办公室利用。甲原本的帘仔扭来，就变做独立的空間。カプセルホテルという施設の中ですので、人工温泉のご利用がプラス500円でできたりも、とあとはカプセルホテルとしてまだ部屋も残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ちらをご利用いただくことも追加のオプションで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伫咧法国，经过疫情来回回大流行，全国的餐厅自10月底开始又搁封锁暂停营业，有一寡业者就伫咧户外的座位区。采一寡大型的泰迪熊布娃啊，互人看起来心情较好。Regardez, vous n'avez absolument personne qui passe aujourd'hui. Donc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st quand même très compliquée. Et nos commerçants qui ont le droit d'ouvrir depuis samedi se retrouvent avec un restaurant qui était une terrasse vide, une verrue comme je l'appelle, en plein milieu. Donc il fallait qu'on recrée un dynamisme et créer un décor autour de ça. 伫即马法国只敢一般商店会当营业。餐厅是受到限制，就等到圣诞节到新年过了，上近1月20才当营业。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仔载往东北部花莲有望有低阵雨，不过雨势会较少寡。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不过也是要特别注意讲暗时时阵温度会较低。另外，对拜一开始，北部有一个冷气团要落南到台湾，也会开始变寒，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下晡晡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7度，外岛地区对16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搁再相会。